記得嘅有一次3年級同佢温書，佢喊咗同我講：爸爸，我唔想長大啦！我覺得長大好痛苦，呢一下真係就好震撼我其實。小朋友喺2年班嘅時候，經過精神科醫生判斷，證實佢有 ADHD 同埋讀寫障礙。接受咗 WeBrain 嘅腦訓練之後，大大改善咗佢嘅情況。自從 WeBrain 開始做訓練之後呢，佢嘅英文、數學已經由中段班變到去頭段班，即係英文係級1啊，數學可以去到頭嗰5名啊。我個女咧3歲嘅時候就政府確診咗佢有自閉症傾向、發展遲緩、言語障礙。佢之前咧就係0分至個位數，咁佢 WeBrain 之後咧，學校啲評估咧，譬如10分啦，佢有8分。WeBrain 嘅腦效能訓練改善小朋友嘅腦效能，就可以一次過解決佢情緒、抗壓能力同生活上嘅各種問題。有訓練同冇訓練，幾年之後其實可以差好遠。唔好就係有個僥倖嘅心態，覺得我等多幾年佢會好啦。只有從腦部根源改善問題，先可以幫到小朋友之餘，亦幫到家長鬆一口氣，解決管教同教育問題。即刻 DM 我哋查詢下啦。